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《六祖坛经》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3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3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5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5节，就是解说甲真俗情所结62件本。意思就是讲，在前面凡夫甲伊当作讲作是死亡，外道呢甲伊即位是断灭，异生人呢甲伊当作讲作是无作，这呢拢总都是属于62件之本。对于这个62件，在这个所在应该呢来甲咱做一个比较较详细说明。啥物叫做讲做62件？62件呢，就是外道62种的邪见的意思。这62种的邪见，在《大般若经》附表品内底有真正详细说明。那就是将这个色、受、想、行识的五蕴，搁再加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在这个所在呢，每一蕴生出4种的分别计度，就变成62件。开始呢，就是计度色蕴有这个常、无常等，有4句。其中第一就是将色蕴当作就是常；第二句将色蕴当作是无常；第三句是将色蕴当作常无常；第4句将色蕴当作非常非无常。色为常，色为无常，色为常无常，色为非常非无常，安尼就是4句了。色蕴是如此，下面的受想行识4蕴啦，也是甲伊当作讲作是常无常常无常、非常非无常等的4句。合起来呢，就是拢总呢有20句。这就是计度过去的五蕴，就是用过去来计度这个五蕴到底是常或者是无常等的道理。安尼五蕴各4句合起来就是变成20种的邪见。搁再过就是计一个色蕴啦，有变或者是无变等，又是4句。那其中第一就是计一个色蕴是有变。色蕴有变的意思呢，就是讲对这个虚空的十方上下这个边界乃是有一个强极，就是讲有一个界限。第二就是讲计色蕴是无变，那这呢就是讲虚空的十方上下的边界是无一个界限。第三就是计色是有变无变。第4就是计色是非有变非无变。
将即个色温改计讲是有边或者是无边顶，受想形式的水温呢，也是共款，合起来就是29，也就是20种的分别的计度。这呢，就是在现在五温所集的20种的计度。再再过来就是计一个色温是有氯气或者是不氯气等。第一，计色温为氯气，就是讲人既然来生在这个世界，也死去了呢，就会去另外一个所在去转生。这呢就是计一个色温为这个氯气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计这个色是不氯气。这个色的不氯气，就是讲过去是无所将来，未来呢也无所去。第三呢，就是计这个色是氯气。氯不气，这个氯气、氯不气，就是讲身躯甲这个精神好合啦，就变成一个人。人死去了，精神离开啦，但是咱这个身躯呢，并无去。这是第三种。第四种呢，就是计这个色为非氯气。非不氯气，因为是发觉讲第三种这呢有唔对的所在，所以又变成第四种的分别计度。对于这个色温是如此，受想形式的水温是共款，安尼呢也是共款啦，4、5、20，就是拢总29。也就是20种的计度，这是对于未来五温的分别计度。这个五温每一句这个每一温呢有4种的计度，五温合起来就是20种的计度。20种的分别计度，再加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就变成60种的分别计度，在这个所在，佮加这个身躯、甲精神、是阴或者是义安尼就变成了62件。但这个62件看起来敢像真复杂，拢总有62种。事实上，伊根本呢就是断常有无的边界。或者是断灭见，或者是相助见，或者是实有之见，或者是空无之见，合起来就是这4种的见解。以这4种的见解为根本结果就变成了演变了62件出来。在这个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就安尼讲啦。讲62件本，那意思就是讲，在前面所讲的凡夫伊所妄念的，外道所执着的，二乘人的见解等等这拢是属于分别心之所计度。这款的分别心之所计度呢，就变成了62件的根本。下面讲妄立虚假名，好为真实义。唯有过量人，方达无处下。咱即摆应该是将这个所在继续来解说。妄立虚假名，这个妄立就是讲希望来建立，讲希望来建立一个虚假的名，就是讲62件
入了种种件的名目啊，这呢拢是一种的假名目啊，所以叫做讲做妄立虚假名。讲何为真实义？何为真实义？讲哪一个是真实的意义呢？意思啊，就是讲这呢，拢只是一种的虚假的名，这呢无一个真实的意义。也就是讲，无论是凡夫，无论是外道，无论是异圣人所执的啊，拢毋是真实义。唯有过量人通达无出舍，讲只有迄个过量的人会当好通达，这呢会当好无出舍。那这个过量人又是什么款的意思呢？这个过量人就是讲，毋是咱普通人所会当好量度的人。毋是咱普通人所会当好量度的人，就是讲伊的智慧啊，超过咱一般的人。那这个智慧超过咱一般的人，又是在指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智慧超过咱一般的人呢，就是在指迄个已经啊见性的人。就是讲只有迄个见性的人，才会当好来通达无出舍。超越一般人的智慧人，有这个真正伟大的智慧人呢，才会当好来通达，才会当好来无出舍。怎讲做通达无出舍呢？所通达者是啥物呢？所通达者就是涅槃的真理，就是讲会当好来通达到涅槃的真理。会当通达到涅槃的真理呢，就不处涅槃，不下涅槃。不处涅槃的意思就是讲，对这个涅槃，伊袂去甲伊处掉；不下涅槃呢，就是讲对这个涅槃的真理呢，伊也袂甲伊放弃。为什么讲袂甲伊放弃呢？因为伊的智慧乃是时时刻刻来照料这个真理，咱必须要了解，咱众生啦本来啊就具足有智慧，也这个智慧呢本来啊就是念念呢契合的真理，但咱现在是众生呢，因为有一念的无明，变成一种的妄分别。所以呢，就本来向内伫咧照料的，即嘛变成向外来去分别外面的环境，这呢就是一种的成熟的根本，也已经有通达涅槃真理的人，有得到明心见性的人，就会当好啊，思思念念，就是讲时时刻刻呢，以智慧来照料真理。所以当然就是不下涅槃。虽然是时时刻刻来照料真理，这呢却是一种的自然的照料。这款的自然的照料呢，毋是咱一般众生对外面世间物质的分别，毋是咱众生对外面一般物质的执着。所以才讲做唯有过量人啊，通达无出舍。下面讲以地五运法，及以运中五外现众色相，一一阴性相平等如梦幻。为什么唯有过量人通达无出舍呢？下面这个意呢，当作因为的意思。就是讲，因为伊会当回来了知五运法，以及甲运中五，以及呢在外面所现的种种的色相，也一一
音声上等啊，拢是平等如梦幻。五蕴法，五蕴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这个五蕴为什么该讲做法呢？这个法就是法体，就是讲咱这个身躯的法体。咱每一个人呢，拢以这个五蕴为咱的身体啦。所以这个五蕴法体呢，就是咱所讲的五蕴法。这个五蕴啊，就是咱所依之体。咱一个人，假定讲若是无这个五蕴，当然呢，也就无咱这个人的存在。也咱有咱这个人的存在，完全呢，就是由这个五蕴所以伫遮所讲这个五蕴法，就是伫个指五蕴的法体。讲以及蕴中五，讲以及在这个五蕴中的五。五蕴中的五呢，这应该就是属于外道所执。外道呢，以为讲在咱这个五蕴身躯内底啦，有一个上一主宰的五。咱必须了解这个五是要怎样解释。这个五呢，就是主宰意思，就是固体意思。有一个会主宰物件伫遐，那这呢就是叫做我了。咱就在讲我，为什么是我呢？因为这个身躯是我的，我呢会当互来主宰种种的代志，所以呢，这名叫做我，就是讲咱呢有迄个支配了一切的力量啦，所以呢就该当作讲是我。伫遮这个蕴中五呢，就是讲在这个五蕴法中，五蕴的身体内面有一个上一主宰的迄个我伫遐，安尼才讲做以及蕴中五。讲外现种色相，那这个五蕴法以及甲蕴中五，即拢约咱本身所讲。外现种色相呢，就是讲这个外面来现了种种的色相。外面现种种的色相就是讲在这个外表就有这会看到的种种的物质。那这个物质各个的相貌不同，这就是种色相的意思。你看咱世间所看到的。是形形色色，敢若讲厝这个建筑物，一间厝一间厝的建筑物不同。敢若讲树一种的树一种的树不同。也虽然是讲同一种的树呢，大细长啦，或者是讲较水啦、较歹啦，叶较旺啦，或者是讲较无叶啦，也是各个不同。所以咱目睭看得到。叫做讲做心罗万象，伫遮所讲的外现种色相，所指的呢，就是各个不同，或者世间的千差万别相。入面讲一音声相，讲以及甲一个这个音声相，这个音声呢，就是声音。这个声音呢，也是各个不同。你看，敢若咱人就好，人呢会讲话，所以从这个脑会发出声音来。但是偏偏是人，却是每一个人讲话声音呢，每一个人不同款。所以有当时咱还未看到迄个人，敢若听伊伫咧讲的，就知讲这是啥物人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讲话迄个声音的特质，当然这个特质呢，咱要讲是讲袂出来。不过咱耳仔听到知讲，这就是啥物人讲话音声，这又是啥物人所讲的音声。你看咱人汉的遮济，一个人的音声无共款，那何况除非人以外，在这个世间，佫带着真正济禽兽之类动物，乃至呢？
这世间的物质，受到这个风震动啦，或者是讲本身的摩擦等等啦，所发出来音声呢，也各个无共款。这名叫做一音声相。就是讲这个音声也是共款啦，属于千差万别。但是呢，讲平等如无法。讲无论是五蕴法，或者是运动五，或者是种色上，或者是音声上等啊，拢是无法，而且呢是平等。这个平等的意思就是讲，种色上、音声上、运动五，以及甲五蕴法啦，拢是共款啦，拢是无差别。是安怎样无差别法呢？拢总啊都是如梦如幻。这个梦就是讲参像迄个迷茫境。你看咱暗时伫咧迷茫，迄个迷茫境啊，迄是有啊无呢？迄完全啊是无的物件。啊，这个幻呢就是幻术。比如讲魔术师来变迄个魔术，你看所变的魔术到底是有啊无？当然，迄是无的物件，也就是咧指幻化不实。那这个五蕴法，以及甲运动五，以及甲种色上，以及甲音声上等啊，拢是如梦如幻。换一句话讲呢，就是讲咱目睭所看会到的，耳孔所听会到，或者是讲鼻孔、鼻的、喙子、胆的身躯所接触的，这个五根所感受的，乃至咱意根所感受的法定境界等等啊，拢就是一种的梦幻，拢就是一种的虚假不实。因为世间一切法拢是虚假不实啊，从这个所在呢，才会当显示出不生不灭的涅槃真理。因为咱一般世间的众生呢，拢是互在世间的物质所执，就是讲真理啊，去互在世间的这物质啊，所甲咱障碍。咱的目睭所看，耳孔所听，拢是有受到外面的境界所甲咱障碍掉的。所以当然呢，咱就无法度好来进一步来通达的真理啦。所以在这个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啊，先讲这个唯有过量人通达如此下。进一步呢，过来说明讲，依治五蕴法，及以运动五，外现种色上，以音声上，平等如梦幻。这呢，就是伫咧说明讲，咱啊，必须呢会当好来打破咱对世间物质的执着。就是讲，咱有迄个智慧，有迄个眼光，会当好透过世间的物质，将色声香味触法这入定的境界，会当好甲了解讲，这呢就是一种的虚妄不实的，也就是在《般若心经》所讲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会当好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所在呢，才会当好来证到涅槃的真理。因为咱假定讲若是买着在外表的物质，当然呢，咱就去受到生死的轮回，也必须呢脱离了物质的枷锁，咱呢未受到物质所甲咱转，未受到物质所甲咱迷，在迄个所在，咱才当好来通达涅槃的真理。当你通达涅槃真理迄个时阵，因为迄是一种的真理，所以呢就无一种的执着心，也无一种执着心，却是咱心心念念伫咧照了，所以呢对这涅槃也无甲舍弃掉，这是遮所讲的意义。那对遮所讲的意义，咱充分了解，下面有一句就是讲，不
起反省见。这个不起反省见，就是讲咱了解这个道理了后呢，咱唔通起一个凡夫，或者是讲圣人的见解，因为一切拢是平等啦。对外表物质看讲起来是虚妄不实，对伊的涅槃的本体讲起来，这是咱每一个众生拢记住。既然是如此啦，就袂使哩啊。有一种的凡夫啦，或者是讲圣人的见解。方辟虚云禅师安尼讲啦，讲假若你要来观这个佛，来做清净光明解脱之相，你将众生呢当作就是故作暗昧生死之相，若是做这款的见解啊，纵使你经历幸福三劫，也袂当得到无上正等正觉。如果再讲心若是平等啊，无分关格，安尼呢，无论是众生诸佛，世界山河有上无上，遍十方界一切平等，无比无上。这呢，就是本愿清净心，就是咱的心性常常圆满、光明遍照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咱无去凡夫、无去圣人的见解这个所在，咱才会当好来契合到咱的本愿清净心。也这个本愿清净心，这是一种的圆满无缺的，一种的光明遍照的，就是方辟虚云禅师所甲咱讲的。所以咱呢，对一切唔通去分别见解，无去分别见解，这是咱学佛修行中一个真正重要的课题。注意听讲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今晚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